将活动要办超过10档，真无简单，特别阁是为了顾学生巴肚的暑假中餐计划，更是难能可贵，需要侪侪爱心团体甲商家相挺。据估了解，一档至少50-60万的经费，詹培雅爱心义工协会、李南英西主会、普仁西主会以及侪侪餐厅代表的出钱出力。10档来，佮拄着疫情共款无中断，算已经累积高达195000外便当，互所有东区弱势学生伫校内共款有营养午餐，而且佮是超过60块物超所得的爱心便当。足侪那困境的家庭需要咱的倒三工哈，那小孩子那个。所以我这边我们就跟一些好朋友发起那个午餐的那个中餐助统的计划。那我们在这里，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这10年来呢，平均我们帮助350个孩子。那我们10年一共提供了，我计算到195000个便当，哈。但是我们看到孩子天真无邪的笑容，其实都给到了，拢给到了哈。我想大家的初衷不变呐。那疫情的我们志工妈妈哈一路都相挺哈，在疫情之下哈，我们以前都是煮饭的用煮的卡的，好，那在疫情之下，我们只能就做了爱心便当的方式与商家合作。可是政府力量有限，需要外靠民间的资源来协助。詹培雅爱心义工协会10档来付出，嘛互市长委托亲自到场表达感佩，希望汇集大家无私奉献，阁有后一个10档。话可能讲不下，会讲中断，但是爱心没有中断，所以看到曾议员一路走过来真的是让人家非常非常的感动。那也谢谢各位师友南英。还有博仁，还有各位领导师友，大家的一个齐心协力，能够帮助上社会上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那而且人家说市长的任期，议员的任期可能一直下去，市长的任期1任4年如果能够顺利2任8年，那最多刚好之前又碰到什么改制啦改变合并加1年9年差不多了，但是。这个10年下去，还有下次一直在延续下去，这个爱心是不间断。南公省北当省教育议员嘛表示，学校营养午餐每一人36块，10档来拢无提高，所以要求市长提高预算，互囡仔食得健康快乐。台南新闻，郭文吉、林英庚采访报道。